艺人炎亚纶去获一位网前区耀乐，该亚讲因是有交往过，而且伊未成年的时阵，甚至强迫发生关系。无经过伊的同意，佮把这过程摄落来，落被网络顶头拢流传因的影片，害伊受到伤害。耀乐今仔日开记者会时阵，炎亚纶雄雄出现，会失了后随来离开。那炎亚纶也捌当选过第60届十大杰出青年，伊的资格伫今仔日也互撤销。即马树林地检署也出面讲要分案侦办。那一年的我才16岁。记者会打开始无偌久，现场就出现声音，主角讲无几句话，都因为艺人炎亚纶出现，全去互拍断。耀乐无想到讲，当要指控的加害人会出现伫面头前，一时情绪激动，拍伫刀顶。原来炎亚纶是2届甲伊行礼会失礼，让你承受你这个人生不应该承受的事情，真的很抱歉，对不起。低调的一句失礼，并无互耀乐得到安慰，情绪颠倒大受到影响，暂时离开现场。记者会嘛暂停，耀乐重新整理心情了后，佮倒来说明5年前26岁时阵违反意愿的情形之下，甲炎亚纶发生过性行为。迄当阵一直合理化这是感情的过程，毋过了后佮发生炎亚纶用手机翕私密的行为，还佮散布去网络顶。耀乐讲，迄当阵承受别人的眼光，身心受到创伤，敢若会当休学。拍摄影片、拍摄未成年的私密影片等等，就是违法的，这是不变的。请严先生针对以上几点做正面回复，不要再试图的混淆视听。卫福部回应讲，这个案件要需要检警调查，进一步理清法律责任。不过，若是确定违反儿少意愿发生性行为，甚至散布儿少性私密的影像，拢是属于刑事犯罪。在违反他意愿做这个妨碍性自主拍摄制造这个性影像，那这个也就已经是违反《儿少性剥削法条例》的36条。炎亚纶捌受到金钟奖的肯定，加入做公益事业。嘛当选第60届十大杰出青年，这个指控是严重损害伊的形象。国际青商会下晡发布声明，这个行为违反应该有的高度品德的标准，引发负面的看法，撤销伊当选的资格。台南县政府嘛宣布，撤销伊伫月底热气球嘉年华活动闭幕音乐会演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